树不能没根，鱼不能没水，人不能没什么。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却富有深刻的哲理。它通过对树、鱼和人的比喻，启示我们思考生命的根本问题：人活在世间，究竟不能没有什么？树需要根才能生长，鱼离不开水才能生存。那人呢？人能活得如何，才能真正活得有意义，活得有力量？根，人的依靠和支撑。树的根是它的生命线，它从土壤中汲取养分，稳固在大地上。根深蒂固的树木才能生长茂盛，抵御风雨。而人呢？人的根又在哪里？对于每个人来说，根可以是家庭、文化、信仰，甚至是某种无法言喻的情感纽带。它是支撑我们度过风雨的力量，是我们在世界中的定位，是在复杂社会中寻找自我认同的起点。家庭，生命的起点与归属。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从家庭开始的。无论你来自一个怎样的家庭，家庭都为你的成长提供了最初的滋养和支撑。在家庭里，你得到了最基本的关爱、温暖、支持和教育。家庭是你在外面世界迷失时可以依靠的避风港，是你遭遇困境时的力量源泉。但家庭也不是单纯的血缘关系，它更是一种情感的连接，是你与父母、与兄弟姊妹之间的纽带。无论你身处何方，无论你多么独立强大，心中那份对家庭的依赖感始终存在，它就像一棵扎根在心底的树，给你无尽的安慰与力量。文化，塑造你世界观的力量。人的根不仅仅是血缘的联系，还是文化的传承。你出生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中，这种文化背景塑造了你的思想方式、行为习惯和价值观。无论你选择走出这个文化圈子，亦或留守其中，它都深深影响住你。文化为你提供了认知世界的框架，它帮助你理解生命的意义，知道如何在这个社会中行走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传统的信仰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构成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根。它们不仅是你的身份象征，还是你面对挑战时的一种精神支柱。信仰，心灵的依托。信仰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种根。信仰无论是宗教信仰，还是对某种理念、原则的坚持，都是一种能在黑暗时刻给予指引的力量。许多成功人士往往都有某种强烈的信仰支撑住他们的决心和勇气。信仰让人在无常的世界中找到了不变的依靠，是人类面对生死、面对苦难时最强大的精神力量。信仰不仅仅是对某种宗教的崇拜，它还可以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它是支撑人类在动荡世界中寻求意义的力量之源。水，人与外界的互动。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，人也不能脱离社会和外界的联系。水对鱼是生存的必须条件，外界的互动、他人的帮助和支持对于人的成长与发展同样不可或缺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、社会的认同以及与环境的互动都是人类存在的基础。人际关系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。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，我们不可能独自生活在世上。无论你如何追求个人的独立，最终仍然无法摆脱与他人和社会的互动。从父母、朋友到伴侣、同事，每一段关系都是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。人际关系不仅满足我们的情感需求，它们也帮助我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找到方向。在困惑时，朋友的一句安慰可能让我们重新振作；在困难时，家人的支持可能为我们提供新的解决方案；在孤独时，伴侣的陪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爱的温暖。人际关系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让我们不至于在浩瀚的世界中迷失方向。社会认同，存在的意义。
在一个更广阔的层面上，社会的认同与归属感也是人类的重要水源。每个人都渴望被理解、被接纳、被重视。人类从出生之日起便开始参与到社会的互动中，逐渐在这个互动中寻找自己的位置。无论是工作中的成就，还是社交圈中的地位，都是人类对于存在的一种认同和确认。没有社会的认同，人就会陷入孤独、焦虑和迷茫。社会给了我们存在的意义，也给了我们前进的动力和方向。在某种意义上，社会就是我们成长的水域，它滋养我们，让我们在其中茁壮成长。3. 环境，大自然的力量。除了人际关系和社会认同，我们还不能忽视自然环境的影响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，环境给予了我们最直接的生存条件。水、空气、阳光、土壤等自然资源为人类提供了维持生命的必需品。城市的建设、科技的发展，虽然改变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，但我们依然无法脱离自然的规律和制约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双向的，我们不仅要从自然中汲取生存的资源，也要保护自然，尊重自然的法则。只有在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下，人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，才能确保自己的生存和繁荣。3. 空气，人的内在需求。如果说树木的根与外界的土壤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依赖，那么人类在生活中的空气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内在需求。鱼不能离开水，而人不能离开的空气是精神的滋养、理想的追求和对自我实现的渴望。1. 自我认同，找到自己的定位。在现代社会中，人的最大挑战之一便是如何找到自我认同。在这个信息碎片化、价值多元化的时代，人们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自我选择和外界期待。工作、家庭、社交、梦想，每一项都可能成为影响我们认同的因素。真正的空气便是能够让我们在这一切中保持自我，找到内心的平静和方向。自我认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需要我们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，也需要不断的探索、尝试和调整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我们可能会经历迷茫、挣扎甚至痛苦，但最终正是这种对自我的认识和肯定，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获得生存的动力和勇气。2. 理想追求，活得更有意义。除了自我认同，我们还需要一种更高层次的追求，那就是理想。理想是一种动力，它推动我们不断超越自我，实现更高的目标。无论是职业上的成功，还是个人生活中的成长，理想都是驱动人类前行的强大力量。理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会随着个人成长、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调整。然而，无论理想如何变化，它始终代表着人类对未来的希望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理想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看见远方的光辉，它激励我们在困难面前不低头，在挫折面前不放弃。3. 精神追求，超越物质的需求。最后，人的空气还包括精神世界的追求。现代社会的物质条件不断改善，但人类对精神世界的渴望却始终不变。从艺术到哲学，从文学到音乐，精神的需求是我们与生俱来的，它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深度与广度。在现代化的进程中，许多人追求物质的丰富，却可能忽略了精神世界的充实。只有在物质满足的基础上，精神的追求才能带来更深层次的满足和幸福。而精神的追求不仅仅是为了自我实现，它还能够帮助我们超越自我，达到更高的存在层次。4. 总结，人不能没有的东西。通过对树根、水源和空气的比喻，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需求。
树不能没有根，鱼不能没有水，而人更不能没有一种精神的归属和存在的意义。那么，人到底不能没有什么呢？我认为，人在物质层面之外，还需要以下几个核心元素：一、爱与归属。爱是人类生存和成长的原动力之一。家庭、朋友、伴侣、同事这些关系中的爱，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和价值。人类天生就是群体动物，我们无法孤立的存在。爱的连接是人与人之间最深层次的纽带，它不仅仅是情感的需求，更是一种心理的依托，是人生的支撑点。没有爱，人的生活便变得空洞，缺乏方向。爱给我们动力去努力，去承担责任，去为别人付出。它让我们感受到被需要的价值，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温暖或色彩。二、意义与目标。人不能没有意义。与动物不同，人在生存之外，还需要不断追寻更高的目标和意义。目标不仅能引领我们前进，还能帮助我们克服生活中的困惑和挑战。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，我们常常会面临迷茫、焦虑，甚至陷入失落感。但一旦有了明确的目标，我们就能找到前进的方向。目标不仅仅是事业上的成功，更可能是家庭生活中的和谐，是个人成长中的自我超越。目标的设定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方向感，使得每一天的生活都充满动力。三、信仰与坚守。信仰不仅是宗教意义上的，它同样可以是对某些价值观、理念、原则的坚持。无论是坚持诚实守信，还是追求正义和公正，信仰为我们提供了行动的指南。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，信仰帮助我们找到了人生的方向，使我们即使面对人生最严峻的挑战，也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，不至于迷失自己。信仰是一种内心的力量，它不仅支撑住我们度过人生的低谷，还能让我们在顶峰时保持谦逊和平和。四、自我实现与自由。每个人都有追求自我实现的渴望。自我实现不仅仅是事业上的成就，也包括精神层面的成长。它是指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实现内心深处的潜力，达到一个理想的自我状态。人类的自由不仅是行动上的自由，更是思想和精神上的自由。自由意味着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追求理想，去选择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。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，我们往往需要克服自己的懒惰、恐惧和内心的限制，不断努力去挑战自我，超越现有的局限。五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。现代化进程使得我们和自然的联系变得疏远，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自然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。从气候变化到生态保护，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变得日益紧密。人类必须意识到，我们不仅是自然的受益者，也是保护者和责任者。只有与自然和谐共生，我们才能真正享有可持续的生活。自然是生命的源泉，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。唯有尊重自然，珍惜环境，才能确保后代拥有良好的生存条件和资源。六、内心的平静与智慧。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，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着压力和焦虑。信息爆炸，生活节奏加快，使得人们难以保持内心的平静。而内心的平静并非源于外部环境的安逸，而是来自于我们如何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。内心的平静需要智慧的指引，需要学会放下对未来的过度焦虑，对过去的执着，接受当下的现实。智慧不仅让我们在面对挑战时更加从容，也让我们在追求目标时不忘初心，保持理性，避免被浮躁和欲望所吞噬。五、追求根和水背后的哲学思考。树不能没有根，鱼不能没有水，而人也不能没有自己独特的根和水。
这不仅是一个生物学的命题，也是哲学层面的人生课题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不断寻找和定义自己生命中的根和水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仅是在生存，更是在思考，在体验，在自我创造。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多元化，使得许多人感到迷失和焦虑。虽然技术的进步让我们的物质生活更加丰富，但精神层面的困惑却越来越深。很多人开始质疑自己存在的意义，开始在浮躁中迷失方向。我们常常忙于追逐外部的成就，却忽略了内心世界的建设；我们追求名利，却忽视了精神上的满足和超越。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，我们更需要深入的思考：人不能没有什么，树不能没有根，因为根是它扎根于大地、吸收养分的基础。同样，作为人类，我们的根就是家庭、文化和信仰，是我们心灵的依托和生命的源泉。而鱼不能没有水，因为水是它生存的基础，支撑住它的每一次呼吸和游动。对于人类来说，水则是我们与他人、与社会、与世界的连接，是人际关系、社会认同和外界互动的体现。最后，树木的生长需要阳光，鱼的游动需要自由，人的存在需要爱、目标、意义、信仰和智慧的滋养。这就像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，每个元素都互相依赖，缺一不可。只有在这些根本的元素的滋养下，我们才能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独立思考，在风雨中依然屹立不倒，找到真正的自我。6. 结束语：为生命找到自己的根和水。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外界的评价和成就，而在于我们如何在内心深处找到属于自己的根基和方向。每个人的根和水都可能不同，他们可能是家庭的温暖，可能是理想的追求，也可能是对真理的坚持。在追寻这些根和水的过程中，我们不断塑造自己的生命，不断超越过去的自己，向着更加完整和有意义的人生迈进。生活中有很多人和事可能会让我们迷失方向，但只要我们坚守内心的根和水，我们就能在迷雾中看见光明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。就像大自然中的树木和鱼儿一样，在拥有根基和水源的滋养下，我们才能茁壮成长，活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